一個禮拜咧，我咪講嘅話題咧，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學嘅話叫做機構。人講假鬼，嗰時特別講假鬼，我想是電人會特別講電白講，冇是電影嗎？電影嗎？我係工課嘅了啦，是 almost 嘅了，是用 AI 做嘅了嘅。我記得你對換是另外一個想法咯。但是講你就係講，而家用 ChatGPT 嚟寫，樣會曉咧，你別 expect 樣買易用咧，冇可能咧就。有啊。這是你自己做嘅歌，袂掉 flag 嘅。PGHK 不同的播客，遇见精神正能量，听了心情飞上天。无论年轻还是长辈，听 PGHK 都会嗨，笑声满满，欢乐多，每天生活不再闷。Thank you.